高雄有家長是答問講，伊5歲後生甲阿嬤去公山一搭公園咧耍，毋過煞互濟伙人甲拐去啉藥酒。這阿嬤撞過來時呢，已經袂負甲動啊。落尾囡仔人是送病院吊大腸，加在即馬人是無啥要緊。啊，那警方接到通報了後，即馬也介入調查。高雄公山和平公園內底，一透早道民眾燒酒佇遮食酒開講，不哩有家長答問提醒，講伊5歲後生15下晡放過來遮耍，煞互一陣濟伙人拐去啉藥酒。阿嬤講，囡仔對便所出來就走回咗，伊看到總櫃已經被互動，甲對方理論，濟伙人煞起骹就走，因為囡仔規個面紅講講，阿嬤是緊帶去病院吊大腸的，加在無啥要緊。看到的時候，他已經第一杯喝完了。啊，我問他喝什麼，就說威士忌。我說你怎麼可以給小孩子喝這個酒？他說那個是威士忌。因仔顧掉在底下視線範圍之內，袂使讓因仔離開視線，這樣子對。啊，當然如果周圍很多人士在做一些行為的話，我們會特別先避開那一個區塊。老師講，因攏會教囡仔出來外口，袂使接受青雲人的物件。只是家長嘛講，因囝情形較特殊，是身心障礙。不過佇公園發生這款代志，也引起大家關注。即擺警方已經主動通知家屬，要展開調查。有醫生嘛講，這款藥酒的酒精分大約10%，烏白飼予囡仔啉，會對身體造成危害。他大腦組織還在發育當中，如果接觸到乙醇的話，就擔心說它會作用在中樞神經，那嚴重甚至會有昏迷、意識不清，甚至抽搐都有可能。進行兒少保護通報，並主動聯繫發文者，後續將依報案內容積極調閱監視器，追緝行為人到案說明。公園這張大樹腳攏是塑膠椅啊，敢若都是迄陣濟伙人定愈開講的所在。現在警方嘛當日調監視器，找找持藥酒的行為人。社會局表示，後續會按照兒少法裁處，相當會當罰60萬，公布行為人的名聲。記者柯家族、胡兆陽、高雄場報道。